輸尿管內視鏡碎石手術咧，我哋通常用到兩種嘅內視鏡。第一種咧，我哋稱為半硬式，另外一種咧就叫軟式。咁半硬式嘅內視鏡係一支好幼、好長，但係硬身嘅內視鏡。換句說話嚟講咧，佢係直嘅，唔可以轉彎嘅。咁通常我哋用佢嚟處理輸尿管入邊阻塞性嘅結石。但係如果結石唔係淨係喺輸尿管，而腎臟都有嘅話咧，我哋就需要用軟式嘅輸尿管內視鏡去將呢啲結石清除。嗱，大家而家見到呢個咧就係叫軟式嘅輸尿管內視鏡。咁佢特別嘅地方就係可以自由轉動，而且屈曲超過270度。可以想象下腎臟入邊咧係有唔同嘅，好似房間咁樣啦。咁結石可以出現喺唔同嘅房間入邊。軟式嘅輸尿管內視鏡可以經過我哋嘅輸尿管入到去我哋嘅腎，喺腎嘅唔同位置嘅結石咧，都可以用激光嘅方法咧去完全清除嘅。某啲情況底下，病人輸尿管又有結石，腎臟又有結石，可能係兩種嘅內視鏡，我哋都有需要使用去將啲結石完全清除嘅。但係事實上，兩種內視鏡對清除輸尿管或者腎臟結石個成功率都非常之高，係超過90% 嘅。